受河大雨影响，原本假日要举办的父亲感恩表演活动不得不延期。不过，为了表达对淡市模范父亲的祝福，市长吴伟霆先来到台南100年会上段，99岁金酸爸爸代表苏南昌致敬奖牌甲奖品，感谢伊对家庭无私的奉献，场面相当温馨。市长表示，父亲节只是一个仪式，上要紧就是做人事事爱知影感恩回馈，互父母快乐。后我们特别来到台南市最年长的模范父亲苏南昌先生家中，来跟他祝贺父亲节快乐。当然，父亲节快乐父亲节是一个仪式，但是希望爸爸妈妈天天都快乐。那要怎么样让他们天天都快乐？就是做孩子的能够不要伤他们的心，能够帮忙他们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爸爸妈妈都很辛苦，然后也都能够看到孩子长大成人，而且都成为社会的中坚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爸妈就自然很开心。那我想这个不管是母亲节，不管父亲节，传统的这些节日是一个仪式，一个象征。但是我们把象征内化成为每个市民朋友们，大家都能够遵守，都能够让自己的家庭和乐，父亲母亲快乐。据了解，苏南昌过去做西装技术就真出名，伫刻苦耐劳经营，辛苦请养5个囡仔大汉。你今年参照所生受表扬的爸爸，由各区公所甲各单位团体来推荐。总共5大类有50位，有金酸、自强、勇者、大树以及原住民爸爸。校长也将另外选时间由市长一一颁奖表扬。但新闻顾问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